經過長時期嘅研究同觀察咧，發覺香港人對個母音 A 咧有不少存在已久嘅錯誤觀念。A 基本上有3個讀法，頭一個讀翻 A， 例字有 day； 第二個讀 A， 例字有 man； 第三個係 R， 例字有 car。先講 A， 其實呢個音咧難我哋唔到嘅，我哋都有四、機、pay 呢啲字，嗰個韻母咧同個 A 差唔多嘅。嗱，嗰啲 day、pay、say 一般人冇問題。問題出現嘅時候咧，多數嘅 A 後邊有個尾音，好似呢兩個字咁 take、tape， 一定要清清楚楚聽到個 A 音。再嚟3個字 name、same、game， 一定要清清楚楚聽到個 A 音。你話 name、game、sam 全部錯晒。而家流行一時嘅玩意啊，係 Game Boy 咩？唔係啊，一定要講 Game Boy。小朋友留意啊！